中美貿易糾紛咧，預計會喺延續一段短時間之後咧，最終以和解方式結束嘅機會係較高㗎。估計雙方咧係會盡量避免將關稅戰係持續擴大㗎。今年以嚟咧，中國出口係維持住高增長嘅水平啊，並冇受到貿易戰係太大嘅影響㗎。出口去到美國以外嘅地區咧係繼續擴張啦，抵消咗出口往美國嘅跌幅㗎。另外咧，現時全球有超過1/3嘅製造業加工值咧係嚟自中國㗎，供應鏈同埋生產力齊備咧係提升中國製造貨品競爭力嘅一大要素嚟㗎。而且咧，而家美國佔中國整體出口嘅比率咧已經跌到去只得1成左右嘅啫。咁加上全球稀土嘅出口咧有80%以上係要依賴中國加工㗎。所以喺未來嘅時間咧，如果美中之間嘅貿易爭拗係重複出現嘅話咧，對美國經濟本身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咁喺咁嘅前提之下咧，港股對於關稅戰嘅抗跌力咧係變得越嚟越強㗎啦。雖然短線嘅談判未完全明朗啦，或者仍然會引發一啲嘅波動。但係預計喺中國科技研發同埋應用主題嘅支撐之下咧，加上聯儲局持續係減息啦，港股喺短線整固之後咧，年底前再創52週新高，同埋逼近28,000點嘅機會咧係仍然存在㗎。聯儲局喺9月同埋10月減息之後咧，預計喺12月咧仍然有機會再減息一次㗎。而且喺未來嘅幾個月之內咧，終止縮表嘅可能性咧亦都變得越嚟越高㗎。市場喺未來幾個月咧嘅焦點咧係將會逐漸係轉移去到新任聯儲局主席嘅人選啦，同埋明年央行嘅貨幣政策嘅潛在改變㗎。喺美歐日央行嘅貨幣政策持續寬鬆嘅預期之下咧，預料美股同埋美債嘅表現咧係會繼續靠穩㗎。但係喺較高估值嘅影響之下咧，預計美股喺未來嘅一年咧仍然係會落後於港股㗎。美匯指數喺過去幾個月咧係持續橫行整固啦，預料喺明年初之前再次轉弱嘅機會係較高㗎。美中嘅貿易戰未有打擊到中國嘅出口啦，雙方嘅和解機會亦都較高啦。咁加上聯儲局係持續減息，同埋全球去美元嘅壓力係持續啦，預計人民幣匯價咧係會繼續向好㗎。美元對人民幣喺年底前咧預料會進一步逼近7.10啦，或者更低嘅水平㗎。咁美歐日嘅貨幣政策同埋財政政策係同時呈現寬鬆，貴金屬價格喺短期整固之後咧，預計喺明年中之前仍然係有機會再創新高㗎。